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气类嘅节目。今晡日老大家来小解一解，你类似苗栗改动后上改，你讲法家，但唔但强是法土天天佢还有当到冇强改演唱改作品，了老几改人生改经历，然后佢到英国的留学都有关系，你家家来绕墙机来谈几改人生故事，然后佢作品改分享是係你咁改裏邊黐四獻分享。大家好，那是起始县今日东方喜来到客家电视台的福喜来了。耶，分享，事前係第一拜嚟到客家天師嘅節目重模。嘿，第一拜。对啊，你这么的优秀，然后作品又这么的棒，怎么是第一次来？我们以前都没发现你这颗星星，对不对？你这一颗闪亮的星星，之前都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不过太感冒唔低。今天真的太开心了，真的是清风一周的有像你们都鸦片哈，不过看起来很忧郁，已经很忧郁吗？还好吧？还好。为什么？因为我不爱讲讲，因为其实天秤有青斗世贤的作品哈，我觉得哇，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起来哇，就有一种你的气质在里面这样子，然后觉得好像有一点点忧郁，然后每一幅画的。好多有青豆、清有意思嘅故事哈，所以等一下有今後嘅時間同大家好好來分享一下。不過一開始同大家來講哦，你看，其實之前大學念的是並不是本科系，不是跟藝術相關，對不對？但是現在呢，要他做嘅事情就會同藝術相關，就會做畫圖、創作安樣嘅事情。簡單的問一下，你從小為什麼會開始好像老畫圖有關係？是不是因為跟爸爸的工作有關？小时候其实爸爸就是有一个副业，他就是画佛像，画一朵神明。哦，真的？嘿，神明。那是帮庙里画吗？还是就是就是譬如说庙里或者是一些法会之类的。OK。对，然后就是可能从小就是看着爸爸妈妈在那边画，所以其实就是有一点耳濡目染。然后再加上可能本身就是也有遗传到爸爸的这样子的一个天分。对。所以就很小的时候其实就开始画，就开始从佛祖啊，从神明开始。可是你要不要把神明的画像？那你要不要？你说那种东西会需要，就是那也会有一点点创作在里面，从某。那个比较还好，因为可能它有一个既定的一个形象。哇哦。对，所以那个比较偏向是一种临摹的感觉。对，我说唔过按样讲嘅，就会你细细嘅时间就做对老爸爸妈妈天数嘛，佛像，对，哎，很酷哎。就是说，就会类似跟他们说，奶奶要画，要做对天数哈，听说会画到清口，不过呀哈哦，你还有你以前画的佛像有任何一幅留着吗？有，就是那时候的手稿，其实爸爸都有帮我留起来，就是有剪接，真的很有意思。不过真有意思哦，你看到你对画图会亲有兴趣，其实要做对看出你跟内地亲后，可是你脱俗嘅时间不是念这个科系，对，那时候念资讯，从某资讯，太好的时阵的时候，然后就那时候可能会觉得还是要比较好找工作。我真的，那第一推版脱俗嘅你就会按样凶，因为知道讲把图可能以后哈，就是可能赚钱较辛苦，有没有？我们传统华人的想法就会按样你。对，然后就想说可能念个跟商有关的啊，或者是跟资讯有关的，可能会比较好去请条路。可是你迪某因为你嘅身体低度哈有叛逆的因子，那做法人嘅传统来讲，就会讲你就是会偷给做啲存钱嘅口呢，你过去就冇爱，所以最后花更多钱到英国去念书了，是不是？对，就是后来绕了一大圈之后，就想说，其实自己还是就是很喜欢画画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对，跟创作这件事情，所以绕了一大圈之后，后来发现，好像真的要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自己所学没有那么的专精跟不够，所以就觉得，感觉还是要出去就是闯荡一番，然后再去学个就是真正我觉得可以运用在我的这个工作上面跟创作上面的东西。是。对，所以就我们他堂弟嘅故事，大家会知道哇，好像轻浪漫有冇轻简单。讲爱上基在英国读书嘅时间，听说有很多艰辛的历程跟艰辛的过程。有时候大家看到他嘅作品暗斗，可能成绩还不错，可是这中间一定是经过了很多的风浪，然后不断的一关一关的跨越，爱给熊熊系按容易。不过
按斗给公司有一件事情都得 T 片拿出来同大家的分享，就会唐共2018年得了一个大奖，对不对？而且那个大奖其实是因为一个圣诞节，对不对？对，就是 Christmas 的时候，对，好像那个时候你出去玩，喝饮料，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故事吗？那个时候刚好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也遇到了一点瓶颈，就创作的瓶颈，所以来欣赏就东来讲，之前出去了，就是不要去想好搞的工事情啊。等一下，老师对你很好他是不是看到你的瓶颈，然后就觉得那个就知道给时间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出去聊，按勇跟意思。对，就是国外的老师他们蛮重视，就是其实你除了学校的东西之外，你还要懂得怎么样去过生活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生活上面的养分其实也可以带到你的创作里面去。所以圣诞节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出去聊，所以我就去了北欧一趟，对，去了芬兰、芬兰、丹麦跟瑞典，对，就去这3个地方，就是去也算是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些旅游的经历，后来回来做成了一个小册子、小书。对，做成一个小书。然后那时候回来之后，其实还是有学校功课要做，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还是要把，就是心里告诉自己说，好像是要把这个游记就是给记录下来这样，所以就把这个记录就是也拿去投稿比赛。一种无心插柳，真的是无心插柳，就没有想到你竟然得到，特别是 WIA 世界插画奖图书类的新锐首奖。对，这是很大的奖就是还不错，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鼓励。对，因为其实可能以前不是念这个专业，但是后来去了英国之后，然后受到国外的一些熏陶之后，让我能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我觉得那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这样。欣赏扣点要不要我好险我叫他出去玩，好险这段时间你春烟有料，这样有安永跟灵感，对不对？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经历跟安永跟生活记录。不过后来就回国了。回国太敢被相公，有时候我觉得，我特别都得料给出国留学给你，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你顶着一个留学的光环，好像应该要回来闯荡一番。不过做了一个时间，靠你青岛给给你可以太敢笑给按顺心，对不对？你回来就开始经历你的接案人生了，对不对？而且还得了一个按离婚给奖，有没有？不过按有个接案人生，可以你笑给按顺心。就是就是当时会觉得说得了这个奖，好像就会是会有一个舞台，会有一个荣耀这样。但其实我后来试着回想之后，才发现其实那个只是一个起点。那个并不是一个终点，并不是说你得了奖就是一个完成了。其实它只是一个起点，慢慢开启这个门。对，那当时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期待啊，跟想象什么的。对。但是后来就是上天还是有给我很多的试验，比如说可能你要必须重新累积你的客户。或者是说你必须要重新去跟商业的这个创作合作去重新做一个调整，因为毕竟跟学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而已，对不对？你有很多客户端的需求，对吗？而且有很多的妥协，对。然后案子不一定接得很顺利，预算不一定很高，对，或者是说在提案过程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去调整、妥协的地方，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很辛苦的。对，就会变成说很多就是会自己在当时在得奖的时候没有办法去想象的这样一个过程，很挫折哈。但我回想起来就是蛮感激有这一段过程的。那段期间多长？大概有2-3年，有2年多有。哇，所以那2年多等于是一直在冲撞，对不对？就是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对，我觉得这个心灵上面的成长是我蛮感激的。是 ，OK， 心灵上面的成长。那问一下，你看经过给6年都3年的时间，有按用给公开后谈黑心灵的成长啦，能够回到实际层面，就是挺辛苦。可是那段时间会不会，你知道万事相互效应，会不会按用给时间，其实带本你黑另外一个创作的起点？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因为 OK， 你本来站在一个这样的高度，按勇给狗图，你就知道哈杀好了，那就要进行我的顺利接案人生了。可是某兄弟，其实你就是一直往下，有没有啊？经过6年都3年，其实一个不是很顺利。那这中间不断的调整，其实你把它激发出另外一个创作的可能性。对，因为过程其实就是会尝试很多种不同的说故事的方式跟创作的方式，其实那个就会激发更多不同的可能。这样。
对，本来就可能是插画啦、画画，后来所以你就因为这样就出书了，是吗？对，你看是不是？所以你看，我觉得亚就会冲动，你含刚某 Q 给扣内心，其实就是这一本。对吧？对，你看就会按用你去做了做了台湾歌，会不会知道讲英国的青春期，结果某顺期，按用给低潮，反而激发了这本书的诞生。好，那这本书其实从头到尾就会你去搞周给，对，从封面，然后里面有很多的文字、写字跟配图，对，基本上其实就是从无到有一条龙的有，对，然后这中间还有好多漂亮的插画。对吗？对，像这些都是自己的作品在里面。对，好哦，用亲朋友其实聊本书咧，有动到嘅故事，就得让大家来分享吼。所以请大家先聊下，你马上讲过后咧，好好了解一下聊本书咧讲乜嘅。动漫就在绕墙的谁先那度节目地图哈，但是你有个英文名字，大家都叫你 Nick。对。突然间叫谁先，好像有点某关，对不对哈？我想讲哈，就这样，你看啊，我们有介绍到这一本《三个太阳》，从某好要从头到尾就会你去卡周给你去卡杀给全部都是，这里面有青豆给散文集，其实这里面也有很多故事，对吗？对，就主要是在讲2年多我在英国的生活跟学习跟旅行，主要是生活、学校跟旅行这3个面向的故事。那有一部分就是直接就是讲好搞来欣赏，就是怎么教我就是在创作这条路。的一些想法跟观念什么的，然后也有一些是旅行啊，然后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杂记这样子。对，而且你这本书其实你当时可以出版，是因为有募资计划黑梦。对，其实有2个，一开始其实是先申请到文化部有一个青年创作的补出计划，对，然后一方面就是也是因为用募资的关系，能够希望可以被更多的读者或者是对作品有兴趣的人，被更多人给看到跟渲染这样子。我很喜欢募资计划，因为讲的嘛，因为对我来讲，他家有想过嘛，募资计划一开始谈起了被知道好像我要捐钱。可是你想看，你还是花600块去买10个东西，也还把2000块去买一件丧服。不过其实你看，这是一个很棒的投资你得一点点钱，你就可以拥有一个东西。其实你一样是花钱买东西，对，只是你花的钱更棒的地方是，你可以协助在这个，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循环，一种活化，对我觉得很棒。所以因为安永给 gay 妈故事有安永给故事，结果因为这样还有一个首创的年历，从某对那时候就是刚刚就有讲到，就是接案可能过程不是这么的顺利，所以其实是有创作一些台湾相关的作品，可是那时候比稿的时候就是某孙熙，对，就是某拿豆。我昨天讲安永黑某拿豆给然后某拿都给案子，所以变成就是我现在在这个桌上看到的都，比如可能是比案就比稿失败的，对，就是没有被采用的作品，这样想说，其实蛮可惜的，因为觉得自己也花了时间去做，所以觉得那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就是创作给大家看，所以其实它就是一系列跟台湾有关的，不管是民族，然后宗教，还有跟我们的环境啊、吃食啊等等文化有关的作品。我觉得12个月，我觉得这真的很棒。泰卡兄看一下，以周安永给你的影片，每张图我看起来我都好喜欢，但几个意思就会讲，要周会我拿去比稿，你摸一个白话文就会按永你嘛，对不对？这是人家不要的，没有成功的公海周列走。这是1月到12月，你有没有哪一张你特别也自己很喜欢，在某项都偏你某中医故说要他你做的 ticket 同大家来分享的某几月？其实每一个都很喜欢，我知道每个都是你心头肉啦，这我真的知道。来真顶顶，但总督那要不然就讲哈嘎这一张好了。哪一5月？5月那一个刚好是浪漫台3线的一个概念，就是跟桐花，然后桐花瓣上面呢，其实就是各种的客家美食，可能是
中的啊、no 翻啊、起拔的啊，就是对，然后上面那个是绿色，那个是擂茶，就是跟北埔有关，所以其实是一个浪漫台三线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对，所以特别因为今天来哈嘎电视台节目，所以就是特别拿这个出来。我觉得真的很棒，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当时比稿会没有那个，好共 say OK。你刚以亚就会另外一个再创作，我觉得亚就会以去打给 IP 你原生的创作，我觉得我们做成这很棒，应该很抢手吧？这个还不错，就是其实就还是希望每年都可以出，只是因为就是工作实在是太多，就是铁斗的，因为工作铁斗的，吗？对，又要加内啊，然后又要做这些创作，其实做创作是真的蛮花心力的，对啊，你必须把自己的东西掏出来。我觉得艺术家真的很按你，不管是写曲、写词呀，还有画图，真的是它跟你的生命经历亲有关系。你可以用你的想象跟创作，所以你等于是把内在的东西不断的反出，然后吐出来，对，才有按勇给 give 哈。所以其实有时候为什么这跟周希强有太搞被知道有青豆跟演给周希的时间，他如果是一场哭戏，他演完的时候很累。大家不是只是说哭这件事情本人很耗体力，可是其实那是一个他情绪的，你知道释放，然后其实整个人是在那个状态里，所以我觉得艺术跟创作也是这样。对，也因为这样，其实有了很多某 Q 给作品哈。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我一直想要赶快进行到介绍他作品的这个阶段。先讲一下，后来你睽违了6年，你举办了一个他方的原画展，黑毛对研发展，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应该是说就是睽违了很多年，就是办展览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其实之前做的创作其实都是在电脑上面做创作，毕竟是商业案。那这一次会想尝试不一样的方式，就是直接就是在画布上面。把我的故事跟我想要讲的那个画面给画出来，一定要啊！就是一个实体的东西，就不是在电脑上面或是印出来的东西。对，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展览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起点。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让我再重新的去梳理可能这2-3年的一些挫折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需要消化的东西，所以。经过这个原画的创作之后，才有好像一个释放的感觉。蛮厉害哦！安永给创作的这个实体的画展，里面有多少幅你的作品叠底度？那个你的作品，大约像15-16幅吧。有15-16幅。对，那除了展览是有开放购买吗？那一次？其实本来是要，但是因为还有计划，就是下一波的展览，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就是这个展览的前一批作品还是会继续展出，所以可能就是会希望在最终的那个展览的时候再一起卖这样。OK， 我就像，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了，人家青奖已经被人家买走了，有吗？所以先问一下。OK， 先冲有2幅。你特别带来先从同泰嘎来分享的，那一看到的时间，就吃到，你当然要帮他画在画布上啊，对不对？要跟泰嘎的分享。你可不可以好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作品？我真的好喜欢哦！你先介绍一下这一幅。这幅其实今天带来2幅都是跟麋鹿有关，就是青豆。郭总，你可以真点给麋鹿黑吗？对，这个冲救的意思啊。对，真的这个就是在英国的一个算是山上。你是去旅行吗？也没有，那个时候是刚好去做作业。然后就是去山上做作业，就是去考察，去找一些资料什么的，去凶啊，去录影啊，怎么对？然后就是刚好那时候没有算好时间，刚好是山路，所以其实，在走到半路的时候，其实就天黑了。就天黑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手机刚好又没有讯号，所以我其实是靠着自己的记忆力。你在演连续剧的？对，就靠着自己的记忆，然后就是找到回家的路，找到回火车站的路。认真可很黑哎。但是就真的，因为之前老师已经带过我们杭沟100，所以我就在第2次的时候七嘎黑之后，然后找不到路，就想老师大概是往。左上方走吗？还是什么的？对。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是因为觉得好像会掉到悬崖下面去，对，所以就是靠着这样子的一个记忆。我距离画画这件事情很远，就俺去嘎对于把涂鸦这件事情，俺真的是不会。我觉得画画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恐惧的事情。可是你看到同画家按样对话，我自己压力是很大，但是
我比较有信心的地方是，我就把自己当成老百姓，就是爱看爱用给巴图，爱去嘎中医就中医，啊某中医就某中医，这样可以吧？老师就会爱给杠狗嘛。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颜色我好喜欢，而且它在这个左上方会特别加上一道颜色，有没有？我就觉得好想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而且扣你泰卡看到是全幅，因为矮蝶先这种款矮个杠书某 Q 喵，你看它旁边你看是一个，还有那个是那是小狐狸吗？还是小？对，就是其实当时对，好童趣，但是它的颜色又你知道，然后人好小，对不对？那就是你，然后但是这样的颜色又给我一种。你看它有一点童趣，可是我自己看起来，我可以感觉到它背后的那个压力跟那种，可是我又没有那么惧怕，我不晓得我的感觉是这样，我就觉得好喜欢。对，其实就是我想要传达，就是其实你可能是身处压力或是身处黑暗之中，可是其实还是心里还是会有一抹光亮会。指引你，照亮你内心，是不是？对，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解读。我也是可以有鉴赏的能力的。黑某，我讲谁，就是我觉得看个人，你怎么看他，你就怎么读他。还有一幅，也是跟麋鹿有关，黑某，给给两黑大雪。对，就是你身后那一幅，我也好喜欢。对，那个就是也是在，就是刚刚说那个北欧的旅行，刚好有一段就是你真的很会迷路。对，就是在芬兰那个地方，刚好是。它是一个世界最北的城市，然后刚好那时候就是过平安夜，很冷，所以平安夜你平安夜在那里迷路，对，平安夜在那边迷路，太浪漫了吧？但是就是除夕夜迷路的意思，就年长是跟世界冲走。但其实过程并不浪漫，因为它大概是零下20度的温度，所以其实它的手机是没有办法使用的。然后呢又骑摩托，走一个路，那个旅社，饭店的路，所以在苔藓中走了大概1个小时吧。天哪！最后才真的找到一个人，然后问他大概在什么方向。哇，所以才找到。你看去谈去讲安东的故事吼，第二故事呢，等下他会找个人问一下，大家先聊下，等下常你讲。强头谁先那个节目第一读了，大家都非常去改画作。对，那刚才说大雪那个在雪地里叠大雪地图，其实公共的时间有问题，那空你其实跟有时黑没清凉，很怕对吧？清凉。对啊，因为真的谁会不怕？真的怕找不到路，而且就是在雪地里走1个小时。你讲零下20度，真紧你可以讲真紧再找不到，你真紧可能会狼死的一个片，从而且数据有某讯号。你真的找到最后黑洞没有遇到任何人，你真的就是在那边。不知道前方在哪里。对，真的是找不到路，真的是迷路。所以你看，根本去风风景啊，跟心情就以后请注意安全，好不好？哈，你遇到看危险的地方，还是要注意青岛的事情。不过也就会根本去带到现场的青岛的画作，也是台港，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不过真的很期待，好想要再看看，一共差不多15画，15、16幅，主题量。种子外，还有其他的作品，希望还有机会都得在展览里面看见。对，好，有展览的话呢，来在有像泰嘎用哈落去看哈。不过其实亚哈其实泰嘎都底哈，在哈嘎有一份刊物，我们说电花那一份刊物，天法是不是你也还受邀请去做一系列的插画，然后主题听说是回家转梦。黑猫，哇，可以分享一下吗？应该说这样的创作，其实是在梳理自己跟客家的一个连结跟关系。那其实对我来说，一个客家身份，其实对我来说最直接的连结就是转播卡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就画了3条转播卡的路。对，第一条是转公馆logo 的那个路上，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高中就去台中念书了嘛，所以就是台中回苗栗的路，还有最后留学的时候呢，从伦敦没有办法坐那么长坐飞机，所以靠着坐哈嘎川，就是去想象那个回台湾回家的路这样子。
对。不过你连英国伦敦特殊的时节，跟同时已经是智慧型手机很发达的年代，对，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害怕。想想以前给你都赢过特殊的时节，还要写信，一行哭，然后大天发就会用公用天发，古时候那个思乡的感觉还可以稍稍的疏解，不过真挺好是哈嘎吹做的疏解那种思乡的那种心情，知道吗？好，这个就是在那个天罚底度一那一列给作品，不过还有一个，我觉得你有一个好特别的计划哈，就是速写的创作给吧，对，这个好特别。有些朋友跟你谈五十给嘛个意思，你可以白话文的去解释那个是什么。对，其实就是一个在有限的时间内，就是找一个你可以画的主体，可能是人，也可能是静物。地点要在随便咖啡厅，你可以在咖啡厅，也可以在捷运上，也可以在公车上。如果够厉害的话，然后就是找一个主体，然后很快的，就是用直觉，用你的线条跟风格把它画下来。那我问你，安永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训练你画画的直觉。OK， 其实就是训练你的直觉力，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生活上啊，或者是在创作上会想太多。OK， 但是这样子一个直觉，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人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本能。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被太多尘埃给污染了。对，就像创作这件事情，画画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会画。你确定？对，只是说看你敢不敢，就是放手去画这件事情。对，然后速写其实就是一个最快速的练习方式。所以像我很害怕画画的人，还轻讲把图给你，因为你爱吃都爱唔会，我真的就画出来好丑，又怕被别人笑。我也可以参加暗勇给 gay 吧，对不对？对，你可以先从就是不会动的东西开始，可能从令狗。我真要举例，是不是？来，张一公黑面对令狗开始。对，就是可能从不会动的东西开始，一直进化到可能是人。对，就像我现在可能都是去咖啡厅速写，就是可能会画客人啊，或者画吧台，就是冲咖啡的店员啊等等。有规定时间吗？比如说我们画一种图会给个时间。但其实一开始可以大概是5分钟左右，但是其实因为如果你画1小时，你根本就是在那边素描。对，所以其实是一个有规定的时间内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才能够训练我刚刚所讲的直觉。对，不能够就是靠你的直觉的线条去把那个画面给画下来。我觉得真的挺有意思，因为亚哈有一种，然后一种给吧，就会太思贤讲的黑把图，亚哈有一种的黑速写。就用亚哈本意一种主题啊，你就中得凶啊，你意思就是你不要是真的好像写作文那边思考，你就是直觉，你凶到妈你就给个瞎下了，啊，你不要去讲你讲，你的词汇黑没优美，用下太感会吃到黑没下个厚个唔好，黑你就会同你下落来，可能本意10分钟嘅时间，其实也係一個嘅訓練，你做得啲用嘅歌唱底度97家。就原来你第一时间你还按有胸时的情给，好，我觉得跟那个速写的这个创作感觉上让我觉得好像，我觉得好棒，我觉得一次又一次的好像拨开自己，对，因为认识自己才可以前进。我还可以知道按用力，好，太棒了！我现在要金卡，我刚想要介绍2幅画是我很想进行的阶段，现在我要赶快进行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赶快问你，然后你赶快回答，快问快答。你不可以想很久，就是要跟那个速写一样哦。所以顾说就是我们今天就是来执行一下给速写哈，来哦。第一题，黑讲你某做插画家，你吃东你去干会做马个谁？做马个谁哦？1、2、3。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很想要做的职业，就是新闻主播。非常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对于讲话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东西。那其实每天的新闻要做的。比较想对，就是分享故事，就是分享每天的故事给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好棒哦！所以如果我没有做这个创作行业的话，我其实是蛮想去做这个主播这个工作，完全不是我想得到的答案呢。我赶快把客家话练好一点，我们还可以用客家话来说故事。共故没走的，好，哇，好酷哦！我要赶快问，还有很多题目。好，来，你最喜欢的季节，最中意的季节。夏天。就捏甜的是，为什么你不会觉得很热吗？
不会，因为你都在大雪中迷路。不会，就是夏天对我来说是个就是很有活力，就是有太阳的时候，所以就会觉得，即便现在温室效应，然后气候变迁的很严厉，是有一点辛苦。以前的夏天很浪漫。哦，真的吗？对啊，在大树下很凉快，哦，对，很通风。对，但就觉得夏天是一个让人家感觉到很有希望、很有活力的一个时候。OK， 好哦，你轻中一跟颜色，轻中一跟谁很麻烦？因为你看给八嘎，问这个太矛盾了，没关系。蓝色，强色就蓝色没有错哦，真的啊，是不是像你大学这种蓝啊，这种蓝色都很哦，好棒哦！哎，我先喊一位问题，还是会问一下，等一下再回过来问一些为什么哈。速写的时候就会，你刚刚有个速写创作计划，你在速写的时候有没有遇过最尴尬的事？哦，轻尴尬的事情就是常常在画的时候，就是你会以为对方不知道你在画他，但其实对方知道，早就知道了，所以可能就像有一次在国外画的时候，就是我画一对情侣，就后来他们发现了，结果那个男生就走过来，我以为他是要找我理论说，因为他们可能比较重视所谓的隐私权。就没想到他就说，哎，我们发现你在画，我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啊，好浪漫！哎，我下次要找到一个速写的地方，我要假装进去，然后我要暗示他画我，然后我要假装不知道，因为我要开始在那边认真的背画。哎，很浪漫呢，你可以在店里面成为别人的 model， 哎，有事情挺难的嘞。对，所以而且这件事情其实发生很多次。对，我跟你讲，一定是你太明显，你就是太因为一直看，一直盯着别人，还得帮你。对，所以就是好，这是一件蛮尴尬。好，我们时间不多哈，哎，我觉得这一题哦，因为压企划写的这个题目，我跟你讲，如果你有去过英国留学，就不可以问这题。我问你，最想念的英国美食，你讲得出来吗？我想念的英国美食应该都不是英国。对啊，英国哪有美食？哎，英国某美食后英国就会全世界食物排名最后一名，所以它的题目是好，不，你硬讲一个，1、2、3。我会想印度菜。那就不是英国。对，你看，再给你一次机会，1、2、3。对，真的对，而且我就自己会讲印度菜，因为印度餐厅在英国真的是蛮发达的。你不要讲法国菜、意大利美食，但印度料理很奇怪，在英国真的很厉害。对，好险你回答因为我就是这么认为的。最后一题，你赚不总体美丽，还英国真的美丽，反正或是现在总体美丽，你听说被死给回家一定会吃的料理。妈妈做的糯饭，糯米饭，油饭，妈妈做的。对，哎，我觉得这答案真的清脏的。为什么？今天讲给不好给那间店给嘛个面趴板呀，还是讲是妈妈做的。真的，哇，妈妈好厉害哇你也是今日老大家咧，希望介基本应该方面做得好好的了解理解插画家谁先所以刚枪以为都鸦片下次有更好的作品，要是有什么新的讯息，欢迎来跟我们分享，知道吗？再来上节目一定要，好不好？好，感谢事情今日来都谢谢。所以各乡亲朋友咧，也是你今本咧图大家都了解理解后上嘅法家，带来嘅作品，睇你下來嘅時間，讓先大家強下來做認同了。中戲福喜來理解，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來理解面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你嘅影片咧分享出去感謝大家。